主后2023年8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讲话操练甲管教。圣经，咱做来听读箴言13章第19到25节。智慧的囝听趁老爸的教导，自高自大的人毋听责备。人讲好话有好的成果，奸诈的人都无强报。约束喙齿，保全性命，随便开喙，直到毁灭。贫惰的人心羡慕，嘛袂得到；拍拼的人会心满意足。义人厌恶白贼话，歹人失体面，留臭名。公义保护正直的人，邪恶败坏有罪的人。有人装作好囝，其实无半项；有人装作善妾，其实有真济财物。好囝人会当用钱赎命，善妾人毋惊人威胁。义人的光会明亮，歹人的灯会失去。骄傲一定起三钱，听人苦劝有智慧。毋是拍拼得到的钱会哪减少，流汗积蓄的钱会哪加添。所望望的久无实现，心就痛苦失志；所意爱的一个实现，生命就充满活力。藐视道理，自取灭亡；尊重诫命，得到报赏。聪明人的教示是活命的水源，为互人脱离死亡的牢网。明理的人会受尊重、受接纳；奸诈的人的路坎坷歹行。通达的人用智慧做代志，戆人显露家己的愚戆。歹的使者，互人陷落灾祸；忠信的车婿，互人得到医治救助。拒绝教导，为至高善车见笑；愿意受责备，为受敬重。所意爱的实现，心就欢喜；离开歹代，戆人毋愿。甲智慧的人同行就智慧，甲戆人做伴会受伤害。灾祸会追入罪人，欢迎是义人的报赏。好人留产业互子孙，罪人积蓄的财富，最后归义人。善妾人的田园生产真济美娘，毋过因为无公义，煞拢受抢夺。毋甘责罚囝儿是无疼因，若疼因就着照实责罚。义人会当食甲心满意足，歹人的腹肚不时枵枵。讲话操练甲管教，讲到喙齿的操练甲管理，捌有人讲，人用2年学会晓讲话，毋过用1世人学袂晓莫讲话。即句话虽然有一丝仔碰风，却也真实讲出讲话的能力重要的原则。讲话是上主赏赐人的礼物，也是有影响力的工具。总是亲像俗语言多必失，箴言也讲到约束喙齿，保全性命，随便开喙，直到毁灭。捌伫未来 family 未来家庭周刊看到一篇文章，讲话的艺术是一场大细囡仔拢着学的课。讲到有人讲话伤害人，却常常找借口，讲伊即个人只是个性爽朗，
心直口快，并无歹意。对心理动力学的角度来看，心直口快的话，反正常常带着巨大的杀伤力。无论大人也是囡仔，心直口快，往往是一种欠缺心理界限的表现，目的是想要互看见，也是受到关注。所以，作者建议讲话的时爱掌握3个关键，就通减少无下时宜的心直口快。大声爱学习愿意表达内心真正的感受，包括委屈、愤怒、艰苦心的感受。第二，爱学会晓慢慢温柔讲。第三，爱学习逐日用言语学老人。顶面是操练言语的重要原则。当咱用心学习，咬用喙齿表达，言语就会当显出和谐。想要甲人有效沟通，咱必须愿意聆听，节制言语，讲诚实和安慰人的话，劝人和睦，会当进一步帮助人得到喜乐。关系言语的操练，也包括保持内心正直清气，躲避虚假的言语，用上帝的言语来过日真假，喜爱有价值的言语。合宜的话语是需要操练的，口才并不是生来就有的，是爱温驯操练才会当得到。咱受造诚做有灵的活人，并不是因为敬畏上主得到伊所赐的智慧。当咱诚做愿意受教的人，对伫别人的指导，就袂感觉无耐烦，是愿意接受明理者的教诲。当我拄诚做传道人的时，有一位资深的牧者捌劝勉我：假使有长者指导你，甚至责备你，你爱感谢上帝；若无，搁再有人愿意提点你，还是劝解你，你就爱警觉谨慎。箴言作者讲：明智的囝儿留心老爸的教诲，听人苦劝有智慧，愿意受责备，会受敬重。若听因，就着照实折度。这拢咧讲管教的精神，爱甲责备听入心，落实伫实际的言行。言语的管教是用听做基础，毋是随意发泄情绪，因为安尼管教是爱秉持正义的原则。掌管管教的时机，及时处理，爱私底下引导，毋是伫公众场合甲伊闹开羞辱。接受管教的迄时，心情可能是苦涩的，总是将来会结出甜美的果子。默想：当管教临到我，我是毋是会谦卑受教？当管教临到我是毋是会谦卑受教？咱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当我受到管教的时，求你帮助我有受教的心；当我必须诚做管教者的时，求主赐我疼心、耐心，期望管教会当修成美好的果子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